你莫回来啦，等去你的咖啡店啦。刚刚你看到我啊？师哥，我看到鬼呢。照你讲，迄死去的鬼若转来，拢会去找上亲的人啊。哪有咖啡香啊？即个我落来顶悬花49天的时间，互我会当较顺顺休息。啊，我无法度，伊看袂到我，听袂到我的声，看袂到我的人，我根本就无法度甲伊讲话。所以我希望你来我斗3天，只要我较顺顺会当好好休息，安尼我就满足啊。雪，我伫遮。